这个好天恐惊要出现变卦，看卖目前台湾日头赤影影，拢无啥云。不过伫台湾的北边和南边是有未这云系长咧整合。拜五微弱的东北风影响，北部甲东北部温度略略降到31度，而且可以落短暂的降雨，所以个也有更较大的变数。我们可以看南边的海面上，菲律宾以及东方海面上 ，OK， 仍然是一个季风低压区，热带扰动这边消消长长。那未来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热带系统形成啊。伊无变数大，不过会当确定的是，台湾伫后礼拜会形成一个风台渦，因为受到高压的边缘以及西南季风影响所形成的季风槽，就较高有风台，所以这个风台渦也就是形成风台的所在。那北方其实锋面它也是比较偏北，那后面的高压也是比较偏北。好，所以目前您所提的环境在之后会不会发生？其实我们持续在观察哈。而增加台湾天气变数的，也有高压的位置。在咧无形成风台情形下，若是高压的东北风吹到台湾，加上季风槽倒平西南风，位置较偏向东边，东北部和北部就较高落雨。位置若是较偏向西边，就会影响到新竹以北和嘉义以南。民众敢会当安心航班过中秋，即卖也未当确定。不过会用确定的是，这礼拜五受到入秋的第一波东北风影响，北部东半部的民众出门也是爱记得早护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